这还不明白吗？难不成陈贝勒和启玉姐姐竟是认得的？岂止是认得，你们看他，一见到这老婶子，就恨不得跟了他去。不会小妹妹吧？这两只绿玉斗以前嘛，一只在启玉姐姐那里，一只在陈贝勒这里。启姐姐用这只喝茶，陈贝勒用这只喝茶，他俩各喝各的呀。霞妹妹气的不是这两只绿玉斗分开时的事情。是啊是啊，启姐姐把她那只绿玉斗送给了霞妹妹，日后霞妹妹用这只喝茶，陈贝勒还用他那只喝茶，这不还各喝各的茶吗？喝茶喝茶，这就是喝茶的事儿吗？那又是什么事儿啊？是他们俩很久以前就认识，是这两只绿玉斗原本就是一对儿。原本就是一对儿，原本就是一对儿啊！这么说，陈贝勒和启姐姐，老天爷啊，他们俩难道老早就是一对儿了？你才明白啊？你以为霞妹妹在这里哭什么呢？哎，陈贝勒，来，我问你啊，你和启……哎，不可说。钱二爷，你刚才说齐什么？我林妹妹不让我说，可这事儿总得有个决断。这怎么断？这断不了，也没法断。真香，是我不好。我刚才一看到这一对绿玉斗，就想起了一些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我应该先把事情先跟你说清楚，然后我们总得有一个解决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咱们两个之间的事情，外人最好不要参与进来。哎，陈贝勒，这什么话呀？我们怎么还成了外人了？老秦，咱俩本来就是外人嘛，咱俩该走了。林姐姐，二哥哥，我也要先听听贝勒爷怎么说。我明白，这些事情我原是不懂的。我只是要告诉你，若是有人瞒哄你、欺负你，你不要忍着，就来找你的爱哥哥，还有我。走吧。真没想到会搞成这个样子。是啊。哎，你说齐姐姐出家会不会是为了陈贝勒呀？别瞎说。对，是我多想了。陈贝勒一定不会让霞妹妹受半点委屈的。妹妹累了吧？来，靠会儿。你要知道，咱们的阿玛不是一般人，他的阿玛是圣祖康熙朝的太子，曾经2次被废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咱们的阿玛都是圣祖康熙爷的嫡孙呢。也就是说，咱阿玛本来应该当皇帝的。当年就在圣祖康熙爷驾崩的那一天，满朝文武几乎没有一个想到的，当上皇帝的竟然是当今皇上的阿玛。难道康熙爷没有遗诏吗？对，就是因为没有遗诏，所以朝野之上许多人都认为雍正皇帝得位不正，而且他得到的这个皇帝位子，其实抢了咱们家太子爷爷应该得到的位子。可你说的这些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，跟咱们要说的那件事儿有什么关系呢？雍正皇帝刚一继位，就把咱们家太子爷爷给软禁在这个郑家庄。那当
当时你也在这儿？那时我还小。可来到这里第2年，咱们家太子爷爷就去世了。咱阿玛也挺可怜的。雍正皇帝还是不放心，他派人把咱们郑家庄给查抄了，把咱们的阿玛弄到宫里给软禁了起来。那你呢？哎，当年这里遭到查抄的时候，我侥幸逃了出来。妹妹，那边的事儿还得瞒着老祖宗啊。用得着你说？哎呦，老祖宗我的小祖宗啊！哎呦，这都多会儿了才回来，真是的，把我可急死喽！老祖宗是琛贝勒要我们看戏，我又不好急着回来。快跟我说说，霞儿去了那边怎么样啊？老祖宗，那个琛贝勒倒是一个很体贴的人。真的？哎，岂止是体贴啊！老祖宗您是没瞧见啊？我霞妹妹跟琛贝勒一进了洞房，一直到天黑才出来。瞧你，跟老祖宗说这个干什么？哎呦，好，好，好，这就是说呀，小两口还真腻活着呢。哎呦，还真是给累着了。你娘还有凤丫头，本来说要跟我一起等着你们回来，我见他们都累了，就让他们都回去了。哦，行了，我知道霞儿啊在那边过得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也赶紧回去歇着去吧啊！我每天混迹于市井，跟那些汉人厮混在一起，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他。是他吗？她是个富家小姐，我是个穷小子。可是她把我当人看，不嫌我，不欺我。给我，给我，给我呀！疼，没事吧？后来，我们俩分手的时候，他送了其中的一只给我。为何会分开？当今皇帝的阿玛，也就是雍正皇帝，常年累月睡不着觉。他做噩梦做的最多的一个梦，就是他天天梦到咱们的太子爷爷向他索命。当年老皇帝险些让这些噩梦给折磨死的时候，就请他的16弟到庙里去替他祷告，求神仙宽恕他的罪过。最后，他就把咱们阿玛给释放了，还让咱阿玛继承了李亲王的爵位，还把这郑家庄还给了咱阿玛。那这个家既然又回来了，所以你就回家了。是，不然我又如何娶你？可你跟他分开了。是。他就送给你一只绿玉斗，等着有一天能跟你终成合璧。其实没过多久，我再去江南找他，他已经不在了。他搬家了，人去园空。你没找他吗？找不到。这不就找到了吗？真相，告诉我，告诉我他在哪儿。那你会去找他吗？烦请你去通禀启玉师傅。我家住持说了，今日不管谁来，一律不见。哎，烦请你去通禀，就说我，还有我林妹妹来了。这个我家住持也说了，就是钱二爷和林姑娘来，也不见。你，哼，哎。
算了，他也不好见咱们。见了，你让他怎么说？总要实话实说嘛。小爷，方才我听了墙根儿，你跟狄福晋说的话我都听到了。听到了又如何？你对狄福晋说的，有些我知道是真话，有些是谎言。我知道你心里清楚，可是我只能那样说。你总算知道了另一只绿衣斗的下落，是不是急着去见他？我见不见他，用不着你管。今天海公公来，一定跟你说了不少要紧的话。小爷，万事有个轻重缓急，你可要拿捏好。多谢你的提醒。我的话你可不能不听啊！若是误了大事，我可就全完了。大事？这2天不断的有人在我的耳朵旁边说这2个字，不停的说，重复的说。可究竟什么才是大事呢？我反而是糊涂了。小爷，你可不能糊涂啊！可千万不能糊涂啊！什么人？咱们分头追。好。我知道，你一定会来。可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，我没想到你会来得这么快。齐玉，是我。我自然知道，是你。齐玉。你能让我进去吗？可你来晚了。玉儿，就让我进去吧。我会把这前后所有的事情解释给你听。多年来，我一直想听你怎么说。可你今日既是大喜了，我听不听又有什么关系？我却有隐情啊！这我想到了。可你的隐情之大，竟使你宁愿抛弃你的至亲。那是我的错。可是你知道，这么多年，我怎么找你也找不到。既已抛弃，又何必再找？我从来没有变过心。可我的心已然变了，曾经有过的心碎的感觉，如今已变得心如止水。因为我终于明白，
曾经的山盟海誓，原不过是一场梦。陈贝勒爷，我是该这样称呼你吧？我请贝勒爷不必自责，好生去享受你的所爱吧。玉儿，我请求你，千万不要这么说。我也曾像是被洪水卷走的落难者，渴望能找到一小块仍然干燥的土地，存放几封发黄的信札和几把褪色的扇子。可如今，我已无欲无求，唯一剩下的那点念想，那只绿玉斗，我也还给了你。所以，你走吧。玉儿，你让我见见你。既已无欲无求，相见有害无益。可我……莫非陈贝勒爷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因为那只绿玉斗，朕下、秦二爷还有林姑娘，他们都问我过去的事情。过去的事情让陈贝勒爷为难了。因为我的确有难言之隐，所以我编了个故事。没想到，原来陈贝勒爷还是讲故事的高手。我对枕霞说，我与你相识的时候，我是一个流浪儿，我取了一个汉人的名字叫陈若兰，是为了隐藏我真正的身份，这才招摇于世。为何要这样说？我虽然同他们说，我这样做是为了隐瞒身份，可是其实，我用陈若兰这个名字到处招摇，是希望你能够听到，是希望你能够找到我。因为这么多年，我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你。可就算找到了，又如何？玉儿，我今天急着来找你，是想请你一起跟我编这个故事，说给秦二爷和林姑娘他们听。假如他们一定要问的话，为何不能说出实情？以后我会解释给你。多久？其实我也在等待这个故事的结局，因为它需要1年时间。其实贝勒爷大可不必这么费事。在这大婚大喜的日子，这么晚，又这么大老远跑来，就为了叮嘱我一声，怕我把你编织出来的谎言给戳穿。我一看到那只绿玉斗，我就……贝勒爷真是辛苦了。你放心，你编的故事，我不会给你戳穿，因为无论谁来问我，我都不会再说什么。多谢玉儿。我不说，是因为我没有什么可说，是因为以往的事情不过是过眼云烟，是因为曾经的我早已死了。玉儿，是因为早就已经没有什么玉儿了，有的只是一个固守青灯古佛的坎外人。陈贝勒爷，您请回吧。昨晚我越想越睡不着。若是霞妹妹、琛贝勒还有启玉姐他们3个人所爱者皆非所爱，岂不太糟糕了？可我看得出来，霞妹妹已然爱上了琛贝勒。弄不好琛贝勒爱的是启玉姐，就不知道启玉姐
到底怎么想？你是真糊涂啊！那一对绿玉斗就摆在那儿，陈贝勒和齐姐姐根本老早就是一对儿。可我还不明白。你不明白，那就去问问他好了。可我想，他还是不会说。秦二爷，林姑娘啊，我们要见启玉师傅。你们来的真是不巧，我家主持今天云游去了。啊，云游？来爷爷，给来爷爷请安。哎呦，宝琴，快起来起来！哎呀，哎呀，宝琴呐，哎，进宫的时候，这块玉你可一定要带着。回来爷话，我除了睡觉之外，见天带着这块玉。那就好啊。宝琴呐，你这还是头一回进宫吗？嗯，可不是嘛。这孩子日常就没规矩。哎呀，其实这宫里的规矩呀，也并不比家里更繁杂。宝琴，来，去跟你凤姐姐说一声，请个礼仪教习来，你好好学学。记着，晚上我要考核你。啊！哎，公子，慢点。哎呀，妹妹，林妹妹，姑娘，我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哎，当心点，没事吧？英哥，给我搬个凳子来。啊，快去。明言，你先回去吧。姑娘，那我就先去了啊。哎呦呦，小心呐，小心！哎呦，慢着点。这是伤到哪儿了啊？哎，英哥，哎，来，我要扶不住了。哦，来了，慢着点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小心。哎呦，哎呦，慢点，小心。小心。坐不下呀。怎么了？这看着不像又挨了板子啊。没挨板子，是跪了起，起了跪，好几十回了，腿都软了。哎，小心！哎，还是妹妹心疼我。哎呦哦，哦呦！怎么样？这下二爷玩的惬意了吧？哎呦，谁玩来着？哎呀，明儿个，我要进宫去见皇上和我秋莹姐姐。父亲他让我练跪拜的礼仪，我这腿都练软了。这么说，倒是我错怪二爷了。英哥，给揉揉。好，多谢妹妹。那你可练好了没有？这我说好有什么用啊？父亲还说晚上要考核我呢，真是烦死人了。哎，多谢英哥。可你还是要练得像模像样才好，不然老爷若是不满意，你受苦的地儿就不是这儿，而是那儿了。是啊，哎，我真是怕死了。要不你再练练，我帮你看着。我若是看着好，老爷准定也说好。真的？你不信拉倒。这节骨眼上，我岂能不帮你？哎，别，妹妹一定是帮我的。英哥，去拿个蒲扇来。好，你过去吧，跪那蒲扇上，总要舒服些。明儿就怕没有这个呢。来，是，还是妹妹疼我。那就拜吧。哎，妹妹是让我拜你？自然是拜皇帝。可我不是得看着你拜吗？妹妹说的是。草民赵宝琴叩见皇上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平身。谢皇上。妹妹看着如何？这跪拜既是个礼仪，
那便是有个意思在里头。跪拜君主是个忠字，跪拜父母是个孝字，跪拜兄弟是个悌字，婚礼上夫妻互拜是个敬字。所有的这些个意思，都要在整一的遗嘱里体现出来。照妹妹这么一说，这磕头还磕出学问了。哎，还真有学问在里头。那你教训我这么半天，是说我这跪拜里少了礼仪，显得不够虔诚。再来。草民赵宝琴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不行，还差一些，再来。哦。草民赵宝琴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还是差一些哈。啊？再来。草民赵宝琴叩见皇上，吾皇好啊，妹妹，你整我啊你！这跪拜礼仪原不就是虚应故事，何必唬得天大地大的？站住！我信了你，是因为你说的好郑重。那也是唬你玩，你倒是真信。若是问薛姐姐，她定然不会跟我闹着玩。妹妹，我是说，薛姐姐进宫选过秀女的，她对这等事儿定然更有见识些。那还真是，这些事情她懂得最多。那你快去找她好了。妹妹，好妹妹，你别生气呀，我没说要去见她，我就顺口这么一说。顺口就说到了薛姐姐，却从未见你顺口说到过别个。可见他在你心里头的分量。妹妹，妹妹，算我说错了还不行吗？去跟你的薛姐姐说去吧，再不要回来了。英哥，关门。别呀，妹妹。二爷。妹妹，算我说错了还不行吗？是啊，慢点儿，快过来啊！你跑得太快了。慢点跑，别摔着了。皇上，大理寺经堂赵石飞请求觐见。宣大理寺经堂赵石飞觐见。启禀皇上，微臣奉旨查抄李侯爵府，发现李府所有动产皆已变卖。据罪臣李鼎招供，其40万两银子的罪款已然在其获罪之前，便托付其李府师爷沈一世全权隐藏并处置，故不知其所踪。连日来，微臣依法将李家卷口发卖，以偿罪产，然实不偿依。臣派出大理寺捕快四处缉捕隐匿李家罪产的沈一世，终于在日前将其捕获归案。臣连夜提审该犯，该犯亦供认不讳，声称其40万两银子的罪款已然全部移入赵府。皇上，我来。
皇上，臣妾请旨来帮帮皇上。你帮朕，怕是越帮越忙啊。皇上不要小瞧臣妾，皇上的龙兴之地毕竟在北方，臣妾倒是从小在金陵长大的。这等活计，臣妾总比皇上见得多。好，朕就和你比试比试，看谁查得又快又好。好啊。赵氏妃，你接着说。是。到了，皇上就在这儿召见你们父子俩。我估摸着，贵妃也在。多谢福翁了。来来来，请吧。啊。慢点跑，慢点跑。哎，慢点啊！还真好玩。哎，宝琴，好了好了，宫里不可造次。你过来。叫我吗？对，就是你，过来。赵氏妃，退下吧。遵命。哎，父亲，那我去了。宝琴，你这……宝琴呐，哎，小爷叫你就去呗。哎，是皇上和皇后娘娘生的小爷，叫永琏，是个说一不二的主。是，来，明白。我知道你就是那个贤玉生的。我也知道，你叫我过来，就为瞅瞅这块玉。不必，你看我看看就好。倒也平淡无奇，还给你。本来就没什么，越穿越邪乎，倒成了稀罕东西了。啊，跟我玩。好啊，玩什么？来追我。好，追你。哎，你怎么先跑啊？来，让你瞧瞧我的手段。宝琴，别跑！宝琴，站住！皇上，臣妾这个秦兄弟从小也是个调皮的。挺好。你赖皮！自从对脸儿实行了特别关护，他那些玩伴都不能进宫，还真把他闷坏了。别跑！哎，小爷，小爷，小心！别跑！福翁啊，这宝琴没了尊卑，不好吧？你不必紧张，皇上呢不会怪罪的。宣赵府父子上前觐见。宝琴，快过来！喂，你不许走！皇上有旨，都是一家人，礼数免了。谢皇上隆恩。平身。脸儿，你等会儿再跟宝琴玩耍，朕有几句话要问他。皇阿玛，你可快点啊！快跪下。草民叩见皇上。起来回话。谢皇上。你秋莹姐姐与朕说过许多你的事情。大姐姐定然跟皇上说，我是个没出息的吧？宝琴，回皇上的话，不可嬉皮笑脸。不爱不爱，你秋莹姐姐倒是没说过你坏话，只是说你是个不喜欢科举的。是。为何？科举的学问太过枯燥了，没意思。太对了，皇阿玛，他跟儿臣想的一样。那何等学问是有意思的学问？学起来觉得有兴致，便是有意思的学问。那么你对何种学问最有兴致啊？天地自然，人生百态啊。难道治国安邦便不是学问吗？父亲让我读过治国安邦的策论，可我总觉得，那不算是学问，倒算权术才是。这说法倒是有趣。
那这个可在你的天地自然之间？在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是有学问的了。是。好，那你就说说这个做手种稻的事。畅春园内做稻旗，短衣半染水中泥，耕场宜秧千万缕，多情龙凤游依依。我这个宝琴学问没见长，倒是越发贫嘴了。还真是做得好，比韦庄的诗丝毫不差。既是写景，又能写情。你看这短衣半染水中泥，这景象来得何等真切；而多情龙凤游依依，更是情真意切，好像呼之欲出。这天地自然的学问果然有趣。多谢皇上。皇上这一夸奖他，他日后更得意了。那些经世致用的学问，越发不愿学了。皇阿玛，皇阿玛，该找儿臣跟他玩了吧？皇上，您瞧瞧，我这个不着调的秦兄弟，现在啊，倒成了香饽饽了。宝琴，你去吧。是。皇后娘娘驾到！恭迎皇后娘娘。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。我可不敢当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不该来吗？再说，好半天不见脸儿了，我不放心。哼，脸儿跟着朕，难道还会出什么事儿？那可难说。你们在这儿变着法儿的，又是玩水又是玩泥的，一时玩的兴起，哪里还顾得上我的脸儿？这可不是玩。脸儿，把方才宝琴做的那首诗，说给你皇额娘听听。是，畅春园内做稻旗，短衣半染水中泥，耕场宜秧千万缕，多情龙凤游依依。你听到了吧？这哪里是玩闹，而是在作诗啊！这说起来还真是的，这皇上和贵妃呀，宫里殿里玩闹着还不够，还要跑到这水里泥里，搞出个多情龙凤游依依。哼，这自然不能说是玩闹，是龙凤呈祥啊，给天下臣民呢做了个好样子。臣妾不敢，臣妾在皇上身边不过略尽辅弼之责，臣妾更不敢当贵妃的称呼。哟，原来你不敢当这个贵妃呀？这么说，倒是我容你僭越了自个儿身份。我倒是说呢，这宫里宫外、朝里朝外的都这么叫。我若是不顺了你的心思，岂不是扫了你的兴？娘娘这么说，臣妾真是罪该万死了。哼，你不必死。倒是有一天我先死了，你贵妃的这个位置也不必当，直接坐了我的位子，岂不更加方便？娘娘，好了。令尊来了好半天，你们也该在一起说说话。谢皇上隆恩。莲儿，你过来，搀着你皇额娘，咱们也该回宫了。是。回头我再找你玩。哦。莲儿，来，看你这一身泥。好了，走吧。